去真的来吧。去真的，走了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哇，差点，我看到说一下嘛，是不是那个小朋友的深红色衣服那个？彩虹的吧？深红色衣服那个？粉红色吧？哎，对，这个小朋友5年级。对了，兄弟，送给你了。对的，对的，这是韩国那个。